46岁好莱坞男星班艾佛列克，经传卸任蝙蝠侠。原本2021年要推出的蝙蝠侠独立电影，他身兼导演和主演，之后退出导演的位置，现在连男主角也得另寻。而小班也在节目上亲口证实不演了。节目片段：在我们这么做之前，你有任何官方声明想说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想我不是蝙蝠侠了。前进脱口秀，46岁好莱坞男星班艾佛列克宣布卸任，不演蝙蝠侠了。节目上还秀出招牌披风。节目片段：为什么你的披风上有12号？那是美式足球选手汤姆·布莱迪的号码。除非你穿12号球衣，否则不能当英雄。我坚持拍片期间都要绣在披风上，他们不得不花8000万美元后置 P 掉。说起小班，从2016年蝙蝠侠对超人开始演蝙蝠侠，还在自杀突击队客串2017年的正义联盟也有他，不过先前传出婚变、外遇形象大伤，让华纳高层密谋换角，不过高层否认，也有另一说是因为他年纪比起神力女超人、闪电侠年纪有明显的差距。事实上，原本2021年要推出的蝙蝠侠独立电影由班艾佛列克自导自演，后来他退出导演位置，现在连男主角都得另寻。至于另一个超级英雄金刚狼，则传出是他来接棒。影星丹尼尔·雷德克里夫，丹尼尔会是新的金刚狼吗？没错，在最新的金刚狼电影中，休·杰克曼去洗个热水澡后出场的就是我，所以没错，我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宣布。演活哈利波特的29岁男星丹尼尔·雷德克里夫自曝成为新任金刚狼，尽管只是玩笑话，不过消息一出，网友疯传，还有知名画师也画出丹尼尔·雷德克里夫版本的金刚狼，颇有几分样子。之前传出柴克·艾弗隆也在人选名单中，超级英雄卸任，新血有机会接棒，也让粉丝好奇谁才是接班人。